了解新新竹的选战仍然进行，指控讲民众党候选人高虹安伫主席会服务期间呢，同一个时间伫一间新创公司科地伫咧检查，并且无报备。高虹安提出相片回应讲，主席会讲唔知影相关的内容，这根本是你讲白惨。This is the place I end up working at. This is a factory, right? So don't tell my dad because he didn't know. 大学顶的查囡仔英语讲甲真骨溜。2014年伫咧主席会做高虹安代表科技企业进行论坛简报。那传影片的单位正就是主席会，支持高虹安的新证据公开。网友叫主席会卖心虚，将影片摕掉。到底敢有违法伫咧检查？两边各人讲各人话，针对林爷指控做工课时间违法伫咧检查。高虹安伫咧人面册背回，科技企业是主席会的新创公司。高虹安当时伫咧主席会做的工课内容，就是辅导科技的规个成长，佮抛出相片来当作证据。媒体报道写个真清楚。2006年要用科技业务处长的身份，向总统蔡英文一群人展示工课成果，而且相片提供的单位嘛是主席会。高虹安的质疑，主席会无可能唔知。资策会在这个公然在国会说谎，说资策会完全不知情高虹安在科制的内容。我想这些都已经一一的在我们时代的证据所留下来的证据中，一一的被打脸。高虹安气不噗，爱大家买个政治挖乌，不过这个回应对手敢有咧信道？查跟资策会当初的劳务契约，或是拿出税务资料，就知道有没有领科制企业的薪资或报酬，这非常的简单。就可以判定。主席会警讲，会请法律来确认敢有违反劳务契约。高虹安和主席会争议，各单也是拉袂停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